推动台湾在地音乐的流行古典乐团原声乐团，8月要伫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台风音乐会。这届演出会结合声乐、戏剧影像，用多元化音乐表演方式来呈现，而且佫用科技重建已经过身的歌手邓丽君，希望让观众有无同款的感受。 以弦乐团的形式推广台湾音乐的原声乐团，8月底要举办台风音乐会。这届演出风格和演过推广台湾民谣的方式真无同款。音乐会会结合影像、科技、声乐，也有电音的方式来吸引少年家。人声参迄个器乐的演奏，个交响乐团参迄个流行音乐的迄个对碰撞，这个是我们这一次音乐会最大的2个亮点。音乐会最后，咱也同时向台湾有历史以来12个非常知名的摇滚乐团致敬，用交响乐向摇滚乐致敬。 另外，音乐会嘛会透过科技的方式，和已经过身的歌手邓丽君以戏剧表演者的形式，和歌手伫咧台顶互动，演奏即马少年家较无熟的张雨生、邓丽君的歌曲，来向因致敬。可能以前曾经看过他演唱会的长辈们，就是我们觉得他们很幸运，因为他们都有实际看过邓小姐的演出。那我觉得现在的虚拟人是可以让我们现在的人再一次的去感受当年邓小姐演唱的那个感动。 原声乐团的总监李铁嘅表示，这届音乐会突破演过台湾交响乐嘅选曲模式，就是希望会当互愈侪少年朋友借古典乐来认捌演过台湾的经典流行歌曲。记者蔡嘉欣、林旭凯台北报道。